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氣來咧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講到客家現象，大家會想到乜嘢呢？要想到客家嘅花布麼？喺今半日節目當中，所以本大家看到客家嘅文化，讓扮演老師哋你講客家花布，韓國佢做得變形，各式各樣非常澎湃、非常正嘅啲裝飾品，前度嘅商品本大家來認識到。你講到讓扮演投入一項設計，本佢有創有想法呢。今半日你節目當中邀請到美家呢隻品牌嘅創辦人，同時佢咪係設計師盧水春先生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，謝謝你分享，先生好。大家好，我係盧水春，我公司嘅他孫啦吼，我係盧水春，我都係呢啲客家花布嘅。做客家花布嘅講愛客家花布嘅介盧水春，今日請歡喜來到呢個節目來大家來分享個作品。歡迎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哈，先生係花蓮人從嘛？喺花蓮要會講開了，要會講語言哈。小可嘅堂要開了，主要係講語言啦。哦，咁係開從先生就講到，我係做講花布嘅盧水春啊，聽起來就安尼。非常嘅親切哈，先生家開頭講到，而家嘅品牌嘅名係按到美家係很多法文係美角，最美麗的角色係安尼啊。一直按起嚟講，係因為當時就要想我本來出家嘅作品有一張名，我都想一張名嘅，我用版來學家嘅名。因為伊哋咧，我都同佢做呢出家嘅作品，用版做都做唔會講，家下頭腦都浮現一個想法，講我那啲了就美甲從那邊我都做一出嚟講嘅東西。當面我都想講係喲，呢啲名我都嚟按到美甲，都係呢下講嘅美甲，但是講一直做出講，也大意思。係來講做產品，但是我又想，你係做客家文化，那用你客家文化元素來轉換成你嘅作品，都一定有請澎湃豐富嘅文化在地位度吼。所以透過呢美甲，該關鍵性嘅技術來做產品，那一定將你嘅產品呈現最強、最美麗的角色，呈現俾所有嘅人看。我想吼做設計吼，也做也講嘅東西，有個美感嘅吼，就會見上用嚟樣做得有藝術感、有美感嘛吼。當初我知道先生一生人嘅經歷當貼片，你唔係一開始就講我來設計，我來做安尼花布，本來係從投入人講布料嘅生產安尼開始，將行業人客家係嘛？啲講到要回顧做轉來吼，按從都有一些像人生來縮影啲哦。得三人都有過去一路走來嘛。其實我本來唔係，我也唔係學乜嘅服裝設計，唔係。我本身我讀書係讀電子科，老啲根本一啲嘅關係都冇。根本伊做乜要行業啲花布嘅，呢客家花布嘅該。叫做愛發展變做我出家嘅事業，係來自於講我本來係做工廠做女工，當咪換個環境後，我都去服裝材料公司上班，睇都接觸青島服裝材料啊、老布料呢啲東西，慢慢的從內銷做到外銷，做到貿易咁樣嘅。但是咧，講緊冇清楚，差唔多10多年來差唔多10年來時間都過去嘅，因為呢所有嘅家下產業外移都太流去嘛，所以家下都取決講愛去也冇去嘅時間，所以銀行攏冇過去嘅，但是銀行冇嫌我過去，但是我都想都未思考後想講留在台灣好咧，冇過去。冇過去後愛做乜嘅？你開始轉型啊，係唔係？因為當到工廠就使到攞過去，跟而家見留啲台灣，一天去做啲同你冇共用嘅東西。係啊，家下食材也唔知愛做乜嘅，因為臨時來一幾天吼，本來你一時冇法度反應，都未都冇想嘅啦。
啊，毛做都毛做，隔天没去都没去嘛，都咪都突然员工去日本啊，去欧洲蛮来了啦。哇，你们按好条架，俺咩天定去？因为唔伫家下，唔都唔得做隔天，唔伫做嘛个都唔得为到做来做啊，总系有一个想法，有一个目标，你才一定去行动啊。所以家下都冇去想记，反正都做运动员的吼，都很放松，突然员工去蛮来了。从个蛮来了的过程中，你都奇怪咧，去到北海道，按到北海道一该薰衣草，薰衣草要么按姜，按姜，啊，过来薰衣草该花卉啊元素，不管从那边拢看得到，感觉挺特别，都很很想听。都没过去到欧洲，欧洲不管瑞士哪里都有佢哋当地的特色产品。你遐要讲特色，甲遐唔伫啦，都带，你甲遐都会想讲，按都代表当地的东西，甲遐一个想法都闪过去讲，你阿妈怕你台湾有嘛个东西，迄一直红起来做，红闪过去都，搁继续去了，都无搁想诶，结果转来台湾后。1-2年，你的客家委员会佢都有登一张报纸讲征求，他要开一个客家特色产业训练班。刚才兄弟还嘛个东西，去参加看啊，是吗？嘿，对，去参加看啊。底杯都挺丰富哦，该列的课程底杯，不管除了客家文化之外。都去包括说，怎么样行销、生产、种财务，整体都让送一篇然后呢，要送后我都就该到时刻都很完整嘞。都没从学委会啊，一直结训噶，他都有长官问过马3年一定晓得做法部诶。结果就很易，他当然自告奋勇啊，都去想到讲，你去日本、去欧洲看到个东西，你客家会问了。哪怕有英语的，你讲要做童话机啊，法布诶，来想，有英语的，迄个童话机要从日本来樱花机来用起来。真有成功呀，真嘅迄客家童话机啊！家下都自告奋勇嘛，都讲我晓得做法布诶，都一条都栽下去咧。哇！一次行到你啊，家下迄2006年家下到你啊10几年。15年超过诶吼，哎呀，按等于点。时间真经过到动摇，不过也当中吼，唐先生按你讲起东强山，歌唱当中有发青岛的心血。今日现场哦，你看哇，不知道按讲哈，好像就像新小团介绍，一个看到发布就有这种动喜气的感觉。一开头就来介绍人家带路嘅，好冇？有人講結婚啊，有一個入新屋啊，全部就要有啲鬆鬆對對嘅嘅。係呀，當時嘅你啊對迄經濟嘛吼，較貴氣，都想講新人結婚，我有帶路嘅嘛，你都你客家人來，不管客家人、台灣人來，該禮習俗都係用起來。我想你法不會按講，拿來做看啊。冇做都打掃，我都有想法，我都一天二老給做出來。我都想講，你幾個樣板來表現，都沒很耐看哦，加個尾巴特別翹，真嘅，看起來就特別有精神。韓國懂也係懂立體的哦，懂紮的哦，很扎實。它都慢慢的，該翅膀，該都後背該翅膀都一个缝，慢慢把棉花给填进去啊，都没加每张位按起，你看加个屁股好圆润。日本听也看到思维系嘛？嘿，哎呦，来看你个思维，圆润，快下蛋了。古时候呀哈，无论做嘛嘅哈，每一个细节就会懂要求，而做得好，本嘅品质好，大家就会100、200、300，每一百都懂好你的东西，好，也係帶路嘅，好，公啊看到哇，也懂等一下，阿哥阿媽也係乜嘅東西啊，唔單止係人工嘅吧？我都想細細家下，你唔免弄會搞個洋娃娃。係啊，你都像你細細個，你讀書好家下跳那麼沒剪上去嚟嘛？哦，妹頭安尼係嘛？妹頭我都像回味嗰種嘅感覺，所以我都想講，你就做一隻細阿哥嘅細阿妹嘅，做你客家嘅衫。佢唔單止係人工啊，看佢後背用我有拉鏈啊，也係乜嘅？一跟來拉鏈 Q 佢嚟看啊，底部都有東西拿出來。拿出來。嘿，
也系购物袋哦。嘿呀，哦，都时都放控制购物袋呢。啊，懂礼片呢，轻帆布也系懂实用呢。你包包出做挑一只哈，有生嘢也做得来搞，啊，也做买东西也没做用。哦，也就会购物袋。嘿呀。哦，嗰也哈，我做轻食行啊，就睇下也哈懂冲司讲，健康，哈，又会反驳，就会戴口罩，错嘛哈？也现场没有口罩呢，也还没懂新的东西，系嘛？口罩是一直都有在做啊，但是你遐拄到因新冠肺炎嘛，需求清态。啊，所以阿妈应观众要求，没观众要求，应所有的消费者要求，就是用 N95诶做一般普通可以过滤掉的一些病毒的口罩，应该是微尘、微粒或者是 PM2.5的口罩。另外呢，外国有做该口罩，迄一直抽换式 N95该口罩，医疗口罩也一直抽换，变成是口罩套。啊，你啊总爱需求都清态，因为唔马迪嘛，你啊口罩医疗口罩建议了都一边用变多问题，先打手。那个加一只口罩套都真好用。哇，今日讲到补的东西，当然大家看到现场还有青岛嘅无共用嘅产品哦。当然等下节目当中会同大家好好来介绍。讲到补的吼，就会感觉轻帆布，也系讲名到佢嘅质感又轻好吼。嗰个系讲做啲补的当中有冻浆嘅嘢色水吼，大家挂起来就会冻心法可以出出来哈。等下到再来继续请先生同人介绍好嘛？好，好啊。一下请大家先聊一下，继续再攞福起来了。大家转到福起来咧，今日节目当中，你来看讲客家发布了内列产品哈。今日头前一段节目，俩卢水春先生同大家分享到有多么强的产品啊，韩国自家让百人探灭客家发布的世界哦，变成了从派人没系了设计师哦。先生啊，知道每一个发布看到都安讲，都係你用心设计出来哈，看到按多的聲音哈，子孫滿堂，心情都快樂咗嘛。係啊，係啊，我想今日先生特別有帶到嘅發布同大家分享，做對同大家介紹嘛，尤其要動到新創嘅發色。一般的你看到嘅油桐花都係最早2006年客家委員會甲佢設計啊，我哋去做出來，馬上喺台灣第一來由油桐花不會做出來嘅人。但是經過咁多年，我都累積對呢客家文化更加深入認識，後我都用呢種呢客家文化嘅元素來設計一條花布會出來。嚟啲啊，大家來看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來看遇到係新嘅發色，可能觀眾朋友網上有看過哦。係啊，哦，就像你下本大家看咧，條個花布嘅吼，橋嘅色咧，我先講，底部都有油紙傘，嘛有油紙傘底部有油桐花，有NDI 藍山，嘛有栗嘛，有看到吼，啊個有勾腳鞋，呢都係ND 傳統客家人。以前都做農務農留下來嘅，從樹頭下油桐花樹頭下來做事。哇！係啦，青龍嘛有種嘅腳踏實地嘅感覺。錯。我規個色水係較粉嫩、較濃麥嘅感覺，當講。都跳脫，伊下開始出來啊油桐花布嘅，從你下行李箱昂起來，睇家啲係第一台設計出來啊，比較具象，比較濃豔。係多厲害了，都想講，走一點比較淡雅、清晰來路線出來樣嘢。感覺冇強樣嘅哈。另外咧，你也係用你嘅生活文化去做，你一切都想講，你牡丹花係你客家發布嘅，該做係代表嘛，從冇。你最早看到嘅客家發布嘅，都像啲雜組嘅樣嘅呢，該傳統嘅發布嘅。但是看久嘅，你總想要溫習一下，都想要用版來將用啲發布嘅個重新來詮釋。都咪同樣嘅都採取牡丹花嘅元素。然後呢，你就看到啲係花窗，就是有點庭園街景嗰種嘅意象。
当然20条的呢，都是人家蓝雀。哦，推翻散妞。嘿，借着花窗往外看，鸟儿站在花的枝头上。哎呦，你有没有很浪漫哦？哎呀，人生浪漫里头真好诶。哦对，你还设计出来啊，最新设计出来。像当个了的包包呢，都是用最新来设计出来的发色来做啊。当背了的包包，所以老师了了布料专门做东东梦共用的产品，讲包包每一种啊，还有讲丝巾啊等等啊。哦，啊，像俩的蓝山来做起，都会用你传统的牡丹花重新给拿去设计，变做蓝山。那更好呀，因为佢有一种青花瓷，系错错，很淡雅、很隽永的感觉。就冇共用爱米西美。嘿，韩国大家有看到线上你也订了你后背，你这个抱枕一系列，没系用牡丹花，冇共用的色水。这个就是白牡丹、汤牡丹，请讲哈，去看过吗？动台风，我们是看过安用一般你可能没有办法哈。就像这个比较具象嘛，嘿，你像从这几种的汤牡丹，现在买俩纪念。拿去个重新设计过来，你都俩标下躺下，看起来都清动台风，嘿，清台风个喜气，都有特色啦哈。还刚好讲到，你客家咧有生发的文化元素，韩国好像比较有一种故事性的哈。过来大家你下讲到，我们越在地些越国际。你发扬自家文化，变成国际，当大家都认同、认识的，大家都好诶。大家有没有想到了比利时的尿尿小童？有冇去做了这样蓝山？还没你没动手来做，你现场没有带来哈？老师都让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你费尽心思啊，这个打版光是好多次，怎么简单呢？想到这个是噩梦一场，有叛逆啊，也是蛮喜悦。其实。我会喜欢做我们客家文化做这些织品，很多时候我是沉溺在那种创作的过程，克服那些困难之后得到的喜悦，也是因为这样是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，然后把事情完成了，这种喜悦是胜过其他的物质代价的。比如说像这一套尿尿小童，当时客委会的请来做。其实讲拍爱做衫，色彩也唔系用版，看你啊现场看到的东西饰品它懂嘛，装饰品它懂，啦包包啊家饰品类，做蓝山对我来讲是一种的挑战。新嘅考验，因为线上主要系做亚的饰品，佢做衫服又系难我一种嘅挑战嘅两位啦哈。但是做衫迄一般的衫开始较简单，以前做迄一般的衫，那做到两种的衫又，我又蓝衫人讲就会落师傅呢，894，看起来冇894。问题咧，客户会心动啊，甲我想讲啊，我宵夜唔食，冇食，时间又多咧，当面还是提起勇气后嘛，都来去看啊好诶，去看啊讲好。过后很多可以是用版去看啊，都唔得做到的咩？可以是接别个 case 下来以后啊，都可以是上网去看比利时的尿尿小童，因为比利时尿尿小童妈的，其实穿世界各国的服饰，代表他们国家的服饰。那当然很幸运，你客家可以代表台湾。客家服饰蓝山可以代表台湾本尿尿小童做，你妈非常爱荣幸荣耀的事情。本所有嘅人出做在看的做啊，所以呢，我都也没有实际的东西好看，我都上网络一篇一篇慢慢的看，慢慢的去寻找个细节，尤其喺远距离，我又看唔到，又唔知佢拖带迄个太窄，慢慢的研究，看清楚文件后，我当慢慢的了解个。版型设计出来，一篇一篇都唔错都改，其实你看，盖上高脚鞋，高脚鞋哦，我知道高脚鞋特别同大家介绍呢，因为以前嘅时代啊，哈，人讲什么人爱长脚咩？哦，各位现在人就大长脚，高脚鞋佢嘅原理係咪咁樣發展出來？你高脚鞋本來都係，我看媽媽去查一下，媽媽全世界都你客家人有做高腳鞋。
但是其他后尾迄镂空嘛，因为你客家人都会务农啊，你也算迄比较高级，去结婚甲他做个高脚鞋，有冻浆安尼本人看的做浆的，所以佢都穿脱较方便啦。但是佢常常喺都收藏头前方嘛，主要迄夹个高脚鞋，甲只高脚会翘起来，甲只高脚。非常的难做，我做个唔知擦过几多摆的，因为用你鞋都唔会上到安样型的啊。我用慢做，其实我安系翘起来，所以一次做唔知我妈唔记得擦几多遍的，终于找到美感，拄到你啊双鞋的做出来。你看当个爱修法哦，我迄一针一针安尼的修出来啊。完全就会自家手工的。我甲修个一块修阴影的。哎呦！唔爱上个一双鞋诶，都修得，单迄修个才发啊，都修死你来讲人诶。哇！我说董正贵啊，本日一生日就要记得要做呀，比利时了小童做过嘅蓝衫，嗰唔呀嘅蓝衫其實佢嘅佢嘅衫用藍染嘅嘛，然後就用動鐵樹嘅藍染哈，有帆布，有係天空嘅，嗰嘅腰帶有鐵樹嘅意涵。你講佢，你隻腰帶都係肩帶，你肩帶本來係吊從面筒順來，但是呢，佢咪一定拿來細做腰帶。你隻肩帶看起來是細來，細在腰帶當個是係較合，但是唔愛上你隻童裝係細來嘅，但是你個提供高腳鞋。其實，你愛來佢訴求誒，唔係講細來也細妹嘅，你要講嘅係平權，不管要買東西，你都大家一齊分享。男女平等啊，平權的概念，所以這個衣服係另外意涵嘛，想提供給世人說，某一天喺物街都喺物街。有可能安係也做得，訴求平權的概念。安尼當好吼，每本喺家己個，反正全世界人都做得來欣賞，都做得來做藍衫，來認識客家嘅發布哦。現在今日現場帶來很多東西，包含講安尼嘅絲巾啊，安尼嘅包包啦，哈，無論大嘅細嘅哈。可能看到有當道嘅設計，就係平常時生活當中用嘅多嘅啊，哈，佢身上完全就係用自家愛來構思，愛來做嘅啊。係樣型嘅啦，因為我唔係做單單一隻作品，當就是最原稿嘅設計，都像今年來攞厝好嘅。攞厝，懂你意思啊？今年係攞厝嘛，你啊都會今年設計出來啊。設計出來，你要做較多，因為你從機場嘛有販售，你去幹嘛有專櫃嘛，所以講嘛有通路，伊得從不同嘅通路當個將你嘅客家嘅產品擺出大概通路，不太敢人攏買得到你客家嘅東西，所以除了設計以外，大貨生產都由我哋喺團隊共下來完成。唔講唔出嚟發想就錯嘅啦，唔出手腦筋嘅就容易。剛講到呀，旅行箱呢？旅行箱出睇下看到呀，用油桐花嘅發布來做嘅。故說迄講你想嘅那一條嘅裝飾品啊，一講生活嘅家飾品嗬，都有做來開發。當初按南的按你做嘅，有冇按你南的？你看嘛有一隻，按你就好像一個小抱枕按你，就係有不卡都做得用嘅多嘅東西。其實唔係想嗬，我先講你就做嘅嗬。雖然你係男的像溫馨草帽，其實佢最好嘅用途係乜嘅？你昨天係累了，躺在沙發上，當靠枕是不是？靠枕可以，但是呢，我唔係拿嚟做靠枕，我愛托樹嘅人。用誒，用反講誒，你喺樹拿起來標錯當個吼，安係看報紙看書輕薄篇，有好多嘅哦。你要哪一本書？書會酸啊，你愛安係南電來，安係看，也係愛標錯當個看，攏輕薄篇。好貼心哦，安尼講啊。因為出家用，愛用都想講，嗱做出來，你介紹本人客家哈。我老佢講你一定用辦用，我懂識用就錯嘅，也就係設計嘅用心哈。啱啦，都再來哈，繼續來同先生分享哈。佢嘅設計韓國叫哪條用心，啲佢嘅想法喺度呢？
轉到復起來咧 ，Rita 今半夜同大家講下，哇，看到香港人士前到新嘅客家話部，食材吃到非常的正吼。喺上今半夜咧，從排演韓國殺嘅事，盧水春先生來到節目當中，加介紹安道吼，先生再次來分享你。香港人今半夜吼，你結一類正正嘅話吼，結合安道嘅話部，喺上呢節目一開窗，是來請教先生問題哈，請問先生。你知道馬雞法最搶你最搶馬雞法？我冇最搶馬雞法，也係講最隔音馬雞法。其實係按佢哋嘅看法啦，無共樣嘅心情，無共樣嘅年紀，下輩看法攏無共樣。我去甲較博愛，因為呢馬雞法我攏喜歡，我也喜歡牡丹的雍容。那個華貴，我媽喜歡百合的優雅，我媽喜歡上海走在鄉間小路檔口，看該路邊的小白花，我就非常的雀躍。該小白花開得也很漂亮。那喜歡哪一種花，其實跟自己的心境和個性也蠻像的啊。像我自己本身，我自己本身都會扮演很多的角色。有時候我要扮演像理工這樣幫忙。在打樣啊，在車縫啊，有時候就會出場去談生意呀，或者是演講啊等等，不同時候就是扮演不同角色，不管是哪個角色，我都非常認真喜歡。所以唔好講他家己那用法，其實迄法我都攏家己啊，那他唱那用法，其實我都唱白法共用。馬該時節要出現，馬該時節來心情境界。都隨着加他當下的場景，我都唱該律法。哇，掌聲鼓勵哈！因為唐先生安尼分享，就知道講每一個身份、每一個角色哈，出現冇簡單，唔過係講樂在其中，然後每一件事情做好，無論乜嘅法都係最強嘅，都係認真做起家。啊，不管係乜嘅角色，我都認真來面對人哋。哇！所以冇嗌乜嘅法，我攏家己，因為各類法都上到暗獎。係啊，因為按呢，你真有動到嘅靈感呢，係冇每一個法，每一個法色哈，就係有無共樣嘅創意，無共嘅心情，攞佢生出來嘅。錯，因為其實最講嘅係大自然嘅色彩。因為大自然嘅色彩其實都難批好誒，不管係蝴蝶、花花草草，那一款大自然之所以美，對它本身帶來的色彩。都非常嘅豐富，非常繽紛，無限制嘅，動到人看得到就啊，你望實看過安詳嘅，很有創意嘅。佢先生一下講特別嚇，咩用心我來培養下一代係冇？係啊，人生行到呢下，我先想講啦，Andy，安樣辦講咧？雖然我做客家文化，做呢種嘅製品啊東西，應該講係辛苦啊，除非你有很大的熱忱。冇法度堅持下去，除了熱忱，你還可以賺到錢，你才能活下去。這個係最現實啊！因為像我哋一路行嚟，尤其係啲幾年嚟啦，青島嘅文創設計師、年輕設計師，其實佢哋青島想法，佢哋乜青想去做好。問題係只有想法，他的做法都他冇法度按實際。所以我都想講，從我去個從事啲織品行業嘅路上。那有年輕的設計師願意進來，我媽希望有個機會來給天數。其實我老我生意呢都有講過，一年就是一年有3個年輕設計師，我們協助他來生產，做了種來上市。啊，佢媽一定來參與我哋樣板做，本佢去講深層來了解講，做其實也很重要，工藝工匠這個部分。非常愛重要，有設計冇法度行下去。嗰所以阿先生啊，之後你都咩動用心，剛講到你都有一個嘅專櫃哈，特別設啲愛年度嘅素材，希望本體家看到，錯冇？錯。啊，咁唔講呢，剛講到到底我係對人嘅創意，設計看到布誒變到安尼按動嘅產品，也係愛來執行嘅。出題有態度嚇，行愛設計探到起來做嚇，嗰所有台灣發布嘅體驗感，客家發布嘅體驗感，特別實嘅美麗也特別。係啊，
因为爱存钱，都爱人都爱蔬菜章存有钱啊。因为无存钱，公司也经营唔下去，所以俺们先都人都爱蔬菜开。那我一张还有一张文化传承来，该种来新，应该是那种的心境啊。所以俺从苗栗客家台湾文化馆该搭的，还有一张专柜差不多60人平，60人平。开底背度我都弄一个，因为你做法布的，我都想要本所有的游客去了解，人家布的应用版制造过程，法布从布的制造到法布的出来，都产品来生产，我从个馆底背度能有完整来介绍。哦，大家想要了解吼，做得特别来看哦，哈，来看呢，迄个想讲哇。我非常有兴趣，想要来学，想要来认真吼，变做一个有理想又有生产的一个设计师，就做得来抢购水村先生哦，哈。系啊。好，一下刚头前还没讲到吼，所有嘅产品哦，真嘅一针一线，吼，当唔看做得量化生产，唔过有得细节，还係要用手工吼，古時係咪要開出一條路講，有興趣嘅人都做得來，我也特別來學習。其實做你的車縫的部分，車縫也難，車縫也不算難，買茶人茶都講迄種回事。像我哋做個要求都係講所有嘅產品當個吼，你看我哋咧美角個 logo 淡薄有一點有13點，其實個係13針。为什么要有13針？因為我之前做貿易噶哈，有老法國嘅銀行做合作嘛。因為法國嗰邊比較服飾什麼都比較強嘛，一定啲要求我哋做出去噶哈都會1英寸裡面要有14針。我就想說好，我今天的品牌裡面的用了13個點，就代表13個針線。為什麼用13個針線？就是想留一針是鼓勵自己繼續往前進取的，不要說到這邊就自滿就停頓，留了最後的一針，讓事情做得更完美。希望鼓勵自己哈，認真還會再講認真的，永遠都要追求最後那完美的那一針。你像一般來聽講買茶老做買茶不會老買茶都講迄種費事，所以我哋咧底部都很看條口罩，1英寸底部都會13針。等下太敢拿起來開始算了，很多的慢慢的算。一般的茶都按講按油輕難啊，雖然啲茶會按花功夫，那麼花費功夫，但是你像啲只cái娃娃，當個都也隻個，當個輕度都會用手工去練起來。啲手工有咩怎會講？點來怎先會講出來嘅東西，怎會講？但是像俺係那有人想我來學，係都攏會開放俾佢哋來練習。也係講去苗栗銅鑼個搭邊吼，現場嘛有整茶嘛，一家搭邊嘛有 DIY， 唔係得去個體驗。你做嚟體驗哈，來試看下自家做得嘛。係，看外邊做出來，然後你去家做啊，有長草那味，一定拿來比看啊。哇，挑戰嘛做得。按久嘅時間哈，先生按呢一條就專業按客家發布嘅時間，嗰個發按到嘅訓練，我當然相信哈，大家看到哈，一聽係按講嘅聲線，就會肯定啦哈。不過也係非常哈。咁過程當中有安尼最困難嘅時間，好最困難嘅時間想講，哎呀，唔可以做誒，唔可以做好誒，係冇按辛苦。會啊，其實我有一個念頭，嘛係真從啊，因為一路行來唔係按平順。第一點，我唔係專科出身，我不是讀服裝設計出身，我天都有講我係讀電子科，但是為了補這一塊的不足。我都各個課程都容易上課，包括去故宮上了半年的文創課程。底部度不管是怎麼樣的新陶瓷的認識啊，或者是織品啊、書法東方的線條啊，或者是西方的美學，它整套都幫你上一次，甚至連如何聞香品茶、欣賞音樂序曲，底部隆重搞。
安尼从个松一轮下来，感觉打通了任督二脉，都自己的观念会更清晰，欣赏的角度也会不一样。所以呢，都不管太太这些很多学习的课程，像我妈迄老王冕老师学整仙，王冕老师在整仙亲讲嘛，都迄老王冕老师学整仙，我妈去学画油画，都会。你很认真哦。对啊，无形中嘛，迄来提升去教啦。嘿，哇，不讲做嘛要上工没做，其实要大摆去教迄顿，因为离他缺这种的师傅，好的工匠师傅真的很少。古时候也是最困难的事。错。所以我的妈耐着心，慢慢的陪，慢慢训练，不会出来，可以接着上轨道。哇，也人讲每家系新嘅东方美学哦，希望水纯先生继续同人坚持下去，韩国培养后生人，本安台湾，本安客家安江嘅文化，本全世界就感受得到。今日当然哇！对啊，一样旁地都吼安江吼，韩国感受得到先生用心的非常的感动，再次非常感谢先生，感谢先生。什么太感？什么太感？今日所有嘅朋友看到了安江嘅客家话部门，感受到呢客家嘅文化非常嘅声音吼，咪希望大家进步呢个小看有限做得起啲文化馆来体验一下，让别人做补哦。等下还邀请大家呢继续听林先生来做圆通了，希望大家上来了。